木村拓哉从影28年，首度尝试警察角色，在电影《假面饭店》一人分饰两角，和长泽雅美从互相冲突到携手合作抓犯人。另外，韩星敬久则推出新剧《王牌大律师》，扭腰摆臀大搞怪，饰演毒舌律师，还秀中文，新风格令观众耳目一新。电影《假面饭店》警之下次的犯案地点将在某间顶级饭店卧底搜查，难不成要让刑警来接待客人？欢迎光临。从卧底刑警变身饭店服务生，准备抓犯人。木村拓哉在电影《假面饭店》挑战一人分饰两角。电影假面饭店，你不听从客人的要求吗？客人的话都不用听吗？混账！你把客人当什么了？客人不代表能为所欲为，这位贵客实在万分抱歉。长泽雅美饰演凡事以客为尊的柜台人员，原本不停互相冲突的两个人，也为了揭开凶手真面目，展开合作。过去木村拓哉曾扮演过检察官、技师等等，却是他从影28年以来首度尝试警察角色。日星木村拓哉，当你把左手和右手这样放时，放在肚脐前面，挺胸，这样从侧面看来就会更好，更专业。再换上饭店制服，自然就会抬头挺胸。男神挑战新戏路，韩星敬久也不遑多让。韩剧《王牌大律师》，那家伙便是怪胎吗？拒绝赊账，拒绝讨价，只管把钱拿来，那我便让你无罪。在韩剧《王牌大律师》首度饰演爆笑毒舌律师，对着镜头扭腰摆臀，挤眉弄眼，夸张的肢体表现大展搞笑基因，打破过去帅气形象。韩星敬久，我在剧中说的中文并不长，我是律师高泰林，只是类似如此自我介绍的话重现中文台词。敬久下足苦功，因为台词实在太多，还把自己关房间里，因此失去不少朋友。男神维持电影戏剧量产，持续尝试新风格或角色，令观众耳目一新。